嘅朋友啊，今年係屬於排行榜當中嘅第一名啊！今年係個福星高照嘅一年嘅喎。咁今年咧雖然都係太歲相破嘅一年啦，代表輕微嘅犯太歲啦，但因為你命宮中今年有好多吉星降臨嘅，特別多個福星啦，所以今年咧無論任何嘅困難，到最後咧都會迎刃而解嘅喎。所以運勢屬於大幅度嘅提升嘅。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十分之倉皇嘅。今年有一個天喜桃花星嘅降臨啦，所以人緣十分之好啦。再加上一個福德同埋天德星嘅降臨，代表容易有貴人扶持嘅，所以今年係屬於事半功倍嘅一年嘅。今年因為有天喜桃花星嘅降臨啦，容易升職啦，或者容易贏到一個大 project 嘅喎。雖然講命宮中一個卷食啦，同埋一個連殺咧，代表有一個小阻滯或者係容易嘈交嘅，但係今年呢，因為有福德同埋天德星嘅降臨喎，所以到最後咧都係雨過天晴嘅。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係屬於財運亨通嘅一年嘅。可能因為有天喜桃花星嘅降臨啦，所以人緣提升，無形之中咧都帶挈你嘅財運嘅喎。咁今年咧容易有一個意外之財啦，例如譬如講話一啲比較好耐冇收到嘅爛數，今年有機會收翻啦，或者有機會抽大獎贏大獎嘅喎。今年咧只要咧就唔好將個錢銀啦花費喺個所謂嘅一個花天酒地嚟講嘅話咧，今年屬於生活無憂嘅一年嘅。至於愛情生活嚟講嘅話咧，今年屬於兩極端嘅。今年因為有一個正桃花啦，即係天喜桃花星嘅降臨嘅，所以對於單身一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容易唔識到個心儀嘅對象嘅喎。咁對於咧拍咗拖好耐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有機會咧結婚啦。咁對於好想有 BB 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咧特別容易有喜事降臨嘅喎。咁當然啦，對於一個結婚好耐嘅你或者運勢比較差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就要注意一個咸池桃花嘅降臨啦。咸池桃花代表無水情緣嘅，所以今年你咧千祈就唔好亂搞男女關係咧，可能咧就會惹起個桃花劫嘅喎。咁至於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健康指數咧十分之唔錯嘅。今年可能人逢喜事精神爽啦，所以今年咧只要遠離呢個酒色嚟講嘅話，一切安好嘅。只不過咧要特別注意個披麻星啦，即係代表容易一個披麻戴孝嘅事情發生嘅喎。所以如果家中嘅人嘅身體不適嚟講，記得咯，一定要即刻帶去睇醫生啊。咁至於咧今年嘅開運顏色嚟講咧，就建議今年屬兔嘅朋友咧就不妨多做黃色啦、金色啦同埋藍色嘅。咁至於開運貼士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就記得啦，不妨係初一、15嚟講嘅話咧，就去食齋或者係做善事咧，去幫助提升你嘅運氣嘅喎。咁至於喺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就不妨喺家中嘅中宮嘅位置咧，就放一個金屬嘅物品咧，再加上一個水種植物咧，可以更加幫助提升你嘅人緣嘅。屬龍嘅朋友咧，今年屬於多災多難嘅一年嘅，排行榜當中屬於排名第7嘅喎。咁今年因為命宮中好多凶星降臨啦，雖然講咧有一個吉星幫你化解嘅，但係今年咧千祈就冇強攻咧急進啦，記得咯喎，係易守不易攻嘅一年嘅。至於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屬於一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嘅一年嘅。打工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一個8座星啦，即係代表一個地位提升嘅，所以一定要盡情咧發揮你自己嘅才華咯喎。咁至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一個天9星啦，都係代表容易一個意外啦，再加上浮沉，都係代表浮浮沉沉嘅。所以今年喺事方面嚟講嘅話咧，一定要小心啦。雖然講有天解同埋解神咧幫助你解決問題啊，不過今年咧都係要小心為營嘅。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屬於一個辛苦得財嘅一年嘅。雖然講有8座星嘅降臨啦，都係代表有地位提升啦，即係但唔代表咧你本身嘅薪水會加升嘅幅度好大嘅喎。咁再加上本身一個浮沉啦，即係代表財運唔穩定嘅。尤其係做生意嘅朋友話，今年因為個天9星啦，即係代表容易失預算或者係超支嘅，所以今年一定要謹慎啲用錢啦，千祈就唔好做一個擔保人嘅喎。至於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十分之相識啦。今年因為命宮中有寡宿星啦，即係代表性格咧比較偏激嘅，唔容易相處嘅。咁只有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有一個月煞星嘅降臨啦，即係代表咧對伴侶咧特別多挑剔嘅喎，一定要俾對方咧多啲信任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雕刻星啦，即係代表你嘅生離死別嘅喎，所以一定要注意咧就係自己身旁嘅伴侶嘅身體健康咯喎。咁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容易咧覺得疲累啦，所以一定要咧多啲休息嘅喎。特別要注意農曆嘅3月份、6月份同埋9月份同埋12月份咧，容易咧病從口入嘅喎，一定要注意個飲食嘅維生啦喎。再加上咧，今年一個爆味啦，同埋一個所謂嘅血印啦，都係表現有個血光之災嘅喎。所以一啲比較危險性嘅活動咧，尤其係同水有關嘅活動咧，都係可免則免嘅。咁當然啦，今年咧有個天9星啦，特別有意外驚嚇嘅事情發生嘅。如果係出外旅遊嚟講嘅話咧，就記得咯喎，就唔好喺外邊咧逗留太夜啦，
早啲返酒店休息咯。咁今年呢，因為有個雕刻星啦，都係代表容易一個白事嘅事情發生嘅，所以今年呢，一定要注意咧家中老人家嘅身體健康啦。雖然講有化煞星嘅出現嘅，但係都要多加留意嘅。咁啊建議咧今年咧屬龍嘅朋友咧就不妨多咗一個紅色、橙色同埋紫色啦。至於開運 tips 嚟講嘅話咧，咁今年如果係出外旅遊或者係公幹咧，一定要記得買個旅遊保險咯。咁至於喺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記得咯，今年咧就千祈唔好喺南方、北方同埋西北方嘅地方咧動土嘅喎。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屬於體弱多病嘅一年嘅，排行榜當中屬於第8名嘅喎。因為屬蛇嘅朋友咧，舊年係犯太歲啦，所以嚟到所謂嘅馬年嚟講咧，特別好想有突破嘅。但係今年咧，千祈咧就唔好操之過急啦，因為今年命宮中咧有好多空星降臨嘅，所以咧記得咯，小心使得萬年船啦。喺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因為有墨入星嘅降臨啦，所以容易有突破嘅喎。特別有利於打工一族嘅朋友嘅，今年咧容易得到上司嘅賞識同埋重用嘅喎。咁至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今年係屬於只宜播種不宜收穫嘅。今年命宮中有個天官符同埋敵煞啦，代表容易有個小人是非啦，所以今年咧記得啦，千祈就唔好操之過急啦，可能咧會忽略到一啲所謂嘅細節，而成為咧別人攻擊你嘅藉口嘅喎。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無論喺正財或者係偏財方面咧，都相當之唔錯嘅，可以屬於中規中矩嘅喎。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亡神啦，即係代表大頭蝦啦，容易有財物遺失嘅事情發生嘅。只要咧小心保管財物嚟講嘅話咧，今年咧只要喺理財方面公私分明，冇揾人家嘅便宜嚟講，今年嘅財運都十分之唔錯㗎。就喺愛情生活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你咧感情咧特別之豐富嘅，容易咧情不自禁咧喜歡身邊嘅朋友嘅喎，所以一定咧要記得懂得自制啦，千祈就唔好成為別人嘅第三者啦。咁當然啦，對於有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今年咧盡量咧就唔好出席一啲不必要嘅應酬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今年就可能容易引起個是非謠言啦，就可能令到你嘅另一半咧就代表唔開心啦，而發生個口角嘅喎。咁至於喺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年咧特別要十分之注意啦。首先有一個亡神啦，即係代表小病痛啦，再加上病符咧，即係代表容易有大病痛嘅喎。所以今年咧記得咯，小病痛咧就千祈唔好忽視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就會助長個大嘅病符星啦，可能甚至乎咧影響自己嘅生命嘅危險嘅喎。所以記得咯，今日一定要病重淺中醫咯。咁啊建議今年屬蛇嘅朋友咧，不妨多咗一個所謂嘅綠色啦、橙色啦同埋米色嘅。咁至於開運 tips 嚟講嘅話咧，今年咧記得咯，就避免咧就去醫院探病啦，或者係出席葬禮啦，可能會削減你嘅運氣嘅。至於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建議你咧今年不妨喺東方同埋東南方咧放一個紅色嘅物件咧，就可以咧穩定你嘅財運嘅喎。